日头会学运的3字事行政院驱离事件，前台联党立委周家安等民众认为台北市警察局执法伤过头，害因受伤，要求国家赔偿。今日2审判决，台北市警察局的赔偿金对1审的111万提悬到140万，警方方面也袂当搁再上诉。 日头火学运时的3字事行政院驱离事件，伫今年要满8周年。前台联党立委周家安等民众认为执法是失当，对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要求国家赔偿。1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需要赔偿111万，台北市警察局提出上诉，2审做出2审判决，国赔总数颠倒提悬到140万。虽然这个判决是最后是要由所有的人民去做这个国家赔偿。 这是还是有所不公平的，因为犯错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人民，而是这些暴力警察以及下令的长官。判决结果当中，大部分民众支持1审的判决结果，5位民众对1审败诉，2审改做判赔，2位民众2审判赔金额是增加。高等法院嘛判决，台北市政府甲警察局袂使上诉，当事人若是上诉利益超过150万，会使上诉。但是律师团表示，赔偿只是基本，当初使用暴力的加害人到达也是找无。市政府警察局这边的不作为，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底加害人是谁，所以他们这些加害人没有得到法律上应该要有的惩处。所以对于正义的实现来讲，对于被害人损害填补是最起码的，但是加害人的救责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进展。高等法院表示，台北市警察局对入侵行政院的民众进行驱离是合法的行为，但是部分民众过程所受到的伤，会使认定是警察执法失当，违反比例原则。就算无多证明伤是警察的机械所造成，有权使用国家赔偿法，由台北市警察局来赔偿。针对这摆的判决结果，台北市警察局表达遗憾，但是尊重，强调会继续落实依法行政原则。记者郭北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